苗栗，甲个人的因果，甲个人伊的论我无收起来。我讲咱日子这，咱日子这虽然20多人，但是个人苗是不能收起来。你为什么讲？这叫做苗。啊，这个苗从哪来？这个苗就对过去做来的，正则所以佛法，我刚才讲，人类到这个世间有做了两个，一种叫做依本，啊一种叫做正本。什么叫做正本？正本就是讲咱平时把这个正。其实咱来到这个世间的正本，本有32项，非常多。所以，伫佛的内底当中，伊叫做庄严的正本。所以咱讲，佛的庄严相，伊有无量相，伊有无量的相，相有无量的好，好有无量的庄严，伊种叫做无量。伊个无量就是讲非常的庄严，我都用语言去表达。所以佛有32项，叫做。所以这是佛伊的庄严相。但是咱人来到这个世间呢，有佛的庄严无？当然，咱过去是修庄严相来，咱来到这个世间，咱来就修啥？但是还好，咱来世间，因为咱父母阿不来世间。所以咱来到世间，虽然这个庄严相是一个表象，这是一个表象，但是这个表象你不敢讲凡所有相，拢是虚妄。但是庄严相，咱要甲讲到伊正果，讲到对，会当讲到伊个心，讲到伊个心，咱这个心会当去找着正方面，所以佛言甲正道咱来讲，第一叫做正见，第二叫做正思，第三叫做正悟，第四叫做正量，第五叫做正念，第六叫做正精进，第七叫做正量，第八叫做正见，这叫八正道。八正道就是咱心上，就是咱心的正道。未来讲这个世界，咱只要心，讲这个较轻轻乱七八糟。虽然伊外表是生得遐庄严，外表是生得遐热闹，外表是生得遐水，拢总有听到。毋过一个心，因为伊所做出来乱七八糟。当然，这个物件我后面比较想，咱只透过电视、透过媒体，咱会当看出这一件这个开始，咱大家应该是安怎安尼？因为咱人因偏离性格，偏离真理，因真理偏离。啊，因为来到这个世间，这个心有当去，拢是对，拢是真，拢是诚实，拢是享受，拢是有这个物件。少着物质，叫着享受，来咧啦，来咧麻醉着这个心。所以讲，人在江湖，心不如意；人在江湖，心不如意。世界说啥？咱人来到这个世间，但是咱内心会当随咱的家己随一条心咧行，咱要随哪咧行？随着着。你若爱嫖的，你就走去嫖；你若爱紧的，走去紧。你若爱赌的，走去赌；你若爱什么就走去什么；你若爱学佛，你就走去学佛；你若爱听道理，你就走去听道理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这就叫做咱人的处境，人的处境。毋过人的处境一定无正确，拢叫做偏僻。偏僻走伫倒去，就是我之前讲，惊对着好笑，有够可怜，有够可惜。但是咱今日会当讲来遮找这个所在，咱要创啊？无人甲你养，都甲你出来，嘛无人甲你骂，免上好个，大概那要开发伊对台北，伊就家己坐车来讲的啦，咱而且讲一个概念，一个目标啦，一个目标要记住，伊就歹个啦。我讲伊今日目睭有障碍，伊较是伫台北，那台人才有每个万事伊都来走。所以伊有无无？所以无无。因为伊虽然无无，伊心是清楚。咱是无无，但是咱心
咱唔通找伊遮人，咱拢找伫外口咧种诶。咱伊虽然咱伊目睭无歹，咱诶幸福诶，拢找伊真理。所以你甲看，什么人叫做青诶，什么人叫做无青？咱甲思考看卖，安尼咱会当找出个真正答案，这个所在。所以我拄则讲真正进步，哦，甲理论，反对理论的理论，这个表象，性命的理论，理论这个新的。所以今日真正的进步，就是你只要心有惊北京的人体，安尼你无变。你来到这个世界，你所行为所流露出来，就是我拄则讲，这发种的老师，就是这发种的性格，无简单。这叫做哪？这叫进步。什么叫医步？医步就是医助你这个肉体之外，这叫做。所以啦，有表象，到有形象。咱前个日，心有进步，咱医咱一样，咱医步医真理哦，咱的医步是医修道哦，咱的医步医佛法正心哦，咱的医步是医菩萨医为医鬼哦，这是真正圣人诶进步啦。毋过烦恼医步医对，伊伫这个肉体之外，阮太太是我，阮翁是我医步。我的财产、我的金钱、我的所有的物件是我依据都给。我拄则讲，不离对方建立第五分，不甲司法我司法也关系拢无一个实相物件。若因此上非常，但建出着如来之心。但是凡所有相，拢无一个实体。毋过正式的依据是依据你啊，依你这个凡所有相物件。哦，阮的囡仔做得好。我的翁做好了，我的太太是这样，我的老话做老话，我的翁是做歹，我的太太安怎，我的财产安怎，我的做安怎，拢是外口才有钱，你理解？伊现在讲，咱就跟住这个。凡说优秀，咱知影这拢是事实物件，就是陪你行过了的一生。我想来到这个世界，个人来啊，看看来。免等可能带什物件你讲，有带什物件来讲，那无带什物，含姑娘要走，一句话都甲你交代，袂红色叫等，海在多后面啊，我等下就甲交代我话到我就走，迄交代都面无交代，对不对？爱听你这个交代，所以伊今日来刚刚期望要差，所以来交代什么？伊为什么？伊今日来到这个世间，伊一条心会当以真理以为贵，以心以正法为正法，以有法众生、无法众生为依归。那安尼伊来到这个世间，叫做无别人理事上无别事。毋过呢，咱的世间的人，咱追求什么？哦，咱的世间人追求表象，就是讲什么叫做表象？哦，表示这个环境。哦，伊生到做烟头，生到做水的，我甲讲，烟头水的，哦，烟头拢是我描述，水拢是我描述。你要相信无？我去到泰国，我当时去3万美元去泰国，去几大边啊？我是咧说，边啊讲洗身躯间啊，泰国人讲叫红，我当时去，咱老伴做我伫遐。设有事情，医疗健康工作，我知影迄个所在对了所。所以呢，我若到差不多5、6点，我摕个老板，就去，就带我行行。阿赞，不饮水吗？阿赞就叫点说，那个女孩子漂亮吗？你难道伊拢是个4、5点就开始咧上上班因就是去，伊啊会洗头毛啊，洗头毛啦，去洗头毛，就是化妆。这其实啊，叫化妆出来吼，一对哪花，若洗起来吼，好花，介水就对啦。袂发展成水，咱水歹，我嘛才歹水。咱水无，我咱根本是无水啦。迄水是代表迄水，咱无水，才爱讲钱。我现在讲这物件，世间人看迄个表象，其实伊
伊的表象，伊随个老爸，近18岁啦，后日几十岁变成你，咱姐姐我上拢求要18岁，你今年18岁，你小物件看嘛，好水哦，水。到即摆你客着讲，我才变安尼，袂变得海去啊。我惊你这个生活变，敢是安尼？这个心内底伊进得这个生活，人生的追求是追求这个心，叫做心，毋是追求表象。凡所表象，你拢要甲在，因为迄必然的现象，迄叫做自然。所以今日听道理，咱今办法，就是我要安怎跳出这个六道轮回？我毋是烦恼讲死生死这代志，生甲死离不讲讲，这叫做哪？这叫做常啊，常啊，这叫做正常啊，正常的变化。好人不变的不常啊，正常我们开始就是小，常它本来就是要变化的。所以咱毋免去来在意咱这表象。所以希望今日咱听到，然后听到爱听着真理，听到爱听捌物件，物件怎啊？咱来想想，咱听30年，咱听50年，但是一个最重要的工作，是咱可以改变的。这种是重要。维修30年、50年，我听道理听是不听，但是呢，咱的某晚，咱的我能我吃，咱立业所带来这自我业，遵照无明的探进去完全不改变。你听30年，听50年拢无用。人公司话讲，甲你在一站靠你看别人，咱别人咧成就，通你连咱这边都关联，这个意思。咱别人咧成菩萨，通你都无关联。但是你家己若当成菩萨，是你家己的重要。但是你修道，毋是修别人的，咱改变嘛，毋是改变别人的。咱家己家己打败，家己看。我因听道理听遮济，我一定听我听遮济。我伫人生的过程内底当中，我是要遵照过去的模板，过去的我能模板我吃，我这个个性我改，哪能代表你个性？你要去对对，你听这道理用面，听这道理用面，所以会当真正伫心意性内底当中，对你自己你个转识心地，转世成智，迄当是真正，你真正爱讲。所以修道毋是在遮修者，毋是在遮比较，毋是在遮计较，毋是在遮时时为为修道毋是遮物件，这完全对咱的生命来讲是顶关联咯。所以第一，非常能力，咱邀请给咱好，会跟帮助，来听伊，来跟伊方面做一个地理的地方，就是铁路办，那当然，咱跟帮助的同学。所以咱各位这个队员帮我生产，每一年那我要请人，希望讲你这两点这个内当中咱大家好，今年新的好新的来听的，那个有问题，听大概就这了那最后结婚各位同学经理们直接给说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经典的是天道一公，坤道一公。咱现在伊就来这个讲讲，欢迎就来分享。请讲师慈悲，天道一公，坤道一公。讲师好。讲师好。